在这慌张之中，多的只是同吹风尘虚伪。唉，竟找不到一个可以置信的人呐！独自心早经无处不知啊悲，今已难走比离呀退。一美女四次岁，一生同吹呀，莫虚伪。可以的人儿难寻觅，只因欢喜心儿无万子妹妹好福气，今日个贴心自己的安须在，高中之人真尊配。妹妹你从此跳着风真为，只图看他满腹才华满珍贵，好生平换不得无三年眼苦怜满脊梁，到如今恰一船大义修才，他功名心愿常来在我老辈过金花水空杯。妹妹放心，我就在终有高中之日，你们终有花好月圆之时。谁呀？只是往冲着上。我的眼睛没打开，啥是问的？九天还呀！照顾家花千百呀多，不及美两姐妹，心愿已马尽难得，恨不能一日永在怀。此地闹谁做什么？大娘，你们三生啊，你承认的姑娘们才是神言神理。你称我那这两个美神，却是别两人大名鼎鼎的上好苏银子。名花里个名媛在，一花寂寞空桥来，让开，敬我们大爷，娘姑为子，不可无礼。莫要惊吓了众家姐妹。孙兵美人眼前啊，把花放草家进。这位大爷，你是？在下人周生，宋娘也曾愿去众位姐姐的芳名，今日有缘相遇，不知能否与众位姐姐交个朋友？能，早就听说了，这位大官人乃是城中府里很有名的大富豪，平日相亲都请不到你，今日上当这里呀，真是喜从天降啊！姑娘们，快去追大爷进去啊！
妈妈，区问您卷作究竟。成功途路玄机，万口之地从君子。他风月场中家私分，我官真官家将他西。难道周大爷这样的贵宾到来，你给多备些酒菜？对，如果他到来，自该多提些酒菜。妈妈，哎呀，妈妈，这天吃酒菜的事啊，谁也不见妈妈你拿手。这里有我和营长在，保管不会冷落了周大爷。那周大爷就交给你们啦。哎，可千万不能得罪大贼什么了啊！周大爷，你坐一位，我去就来啊！妈妈请便坐。谁家？你当先君作为姐姐，作为姐姐呀！姐姐是雨中上我神姐家。花中无用地呀香，仰慕深深长思念，水里梦里千人长。今日里得到爹娘为知音，愿从此恩情马儿上相。周大爷吃什么呀？算是酒菜呀！哎呀！这些酒菜招待别人上课，招待周大爷岂不得嘛？像周大爷这样的大富哦，什么东西没有吃过至少要有特别的美食，特别的美食。周大爷，这是我们宜春院专门招待贵宾的美食。请周大爷享用。特别的美食。原来是个米，姐姐，你叫周大爷吃米？是啊，这米呀，只有像周大爷这样满口甜言蜜语的人才配吃。姐姐，这不是。宜春院自报天良民，名长之人不能用，vì那非常之人能上名。
起，崔大爷，起，崔大爷，崔大爷，好，崔大爷，来，请请。崔大爷，快喝杯茶吧。崔大爷，你好一点了没？好多了，都在营长姐姐。一个是带刺的玫瑰配扎手环，一个是娇美的牡丹偏温柔。扎手的圆圆的，温柔的买呀干。这样美人能到手，望我前面迎出梦，此呀许。崔大爷，叫崔大爷多不了，来，尝尝刚出炉的美丽。哦，不，以春园的美味呀，这下早就上过了。尝过了。妈妈，为报答众位姐姐的受尽宽待，在下想记住这一成哟。不知妈妈可否答应？大爷，姑娘们，崔大爷，请啊。你不要再这了，相公，你把我的腿啊都转晕了。我能不转吗？我不转就想不出办法，想不出办法，营长就要讲进哪个？谁？对，哎呀，相公，他家他的，你姐有什么用啦？哎呀，我能不接吗？我有营长情深你从啊！可营长姐姐从来也没有说过这辈子非你不嫁呀。对，他家他的与我有什么相关联？相公，你终于想通了。想通，我怎能想得通呢？想当然了到年轻啊，空女才华自比小，风尘出色营长你，恰是那醉郎不去微笑桥，他为我无心为长伤，我心痴梦。
怪营长姐姐，要怪啊，都怪那个嘴舌有几个臭人。啊，营长也喜欢剑？咦，这是啊，哎，哪有个不爱钱的呀？这是营长姐姐，她也是个神嘛。不，营长不是那样的神，一定是嘴舌他花言巧语。我一定要找营长征求他的灵王。哎呀，相公，哎呀，相公，算了吧。你忘了那次你与营长姐姐争吵时，他不是说过吗？他家什么人与你不相关。可你也是从今往后再也不得进这宜城院，你不了嘛？哎，我那是期望。古人云：饥不择食，荒不择路，饥不择野马。冬儿，去敲门。我是不敲这个门的，我可不让你说过多少次不来了，不来了，哎，又来了。乱子换大丈夫要言而有信，我啊是不敲这个门的。你不去？好，你不去，我去。哎呦，哎，冬儿，你去敲啊！我谁不丢这个脸呢？你去呀！不去，你去呀！不去，你到底去不去？我就是不去。你好，你不去，我去。平常盼儿姐姐在听营长，在听盼儿姐姐的话。对，我去找盼儿姐姐去。相公，哎，相公，哎呀，相公，盼儿姐姐几天前怎么外客去了，还没回来呢？哎呦，盼儿姐姐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哎呀，我出门不过数日，我现在就是此牵挂我。当心我告诉营长去。哎呀，不，哎，盼儿姐姐，你救救我！不，你救救营长，救救营长！哎，你一会儿是救你，一会儿是救营长，你到底要我救谁呀？还不是为了营长姐姐要嫁追谁？营长要嫁追谁？盼儿姐姐，我对营长的心你是知道的，你好歹要劝说营长为谁转移呀？营长故作什么他，情丝昏昏把心塌。可叹他年轻不识恶人心，难猜难想，最终大。可闻追债太奸刁，不禁偏向此情招。到如今良医苦悲也须劝，不用他风月场中落笑啊呀！万岁岁，你先不要着急，带我进去找他。哎呀，都是盼儿姐姐，都是盼儿姐姐。
这样，风月小姐思绪大，满园牡丹为我叫啊！银子，是潘姐姐。哟，原来周大爷也在这里。我正被营长赏花呢。周大爷，我与营长有些话要说，请周大爷相望暂息。姐姐有话带，叫我方，我与营长嘛，早就不分彼此了。姐姐，虽然他刚刚向小妹求婚了，你答应了？妈妈已收下我的聘礼，营长他马上就是追夫人礼。不，营长，你不能嫁接他，不能啊！你忘了3年恩爱天人命，你忘了两情相依定是情，把一袖在身平安，青云雨露，终能上天庭。上天梯登基的虎年五有这计，虽不尽催成老，青城远等我去。面面情意有牢记，卷卷思念刻心底。昔日应丈夫心意，只愿风尘太苦气。总算风尘苦有期，也不能为他风尘乱自欺。烟花洒草风雨他，哪有什么真情义？好人家真用风尘女，路边里正在雨园里。看一看匆匆出家的姐妹，哪一个修得上过登天戏？多的是痴情女儿早抛弃，多的是我一爱儿在可惜。营长啊，哎呀营长啊，婚姻事千万都要想仔细，切莫要一时冲动，与人高中害了自己。虽然他对我是真心的，他对我一往情深深似海，他对我温柔体贴常实情，他为我早晨菜馆换当算，他为我对笑谈天千岁为，他使我从此跳出风尘外，他让我自莫成佛心爱这样的人儿珍贵，这样的人儿真配开，姐姐呀，有点不是才，有情追。
儿姐姐，盼儿姐姐，这些一向对你敬重万分，你为何四次委屈我的认真的一片真心？什么？我委屈你？营长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姐姐，你哪来的这东西？这就要问你的周郎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那是山药上从你怀中丢出来的。小辈子，你就不是个好东西！冤枉啊！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。盼儿姐姐，我与你无冤无罪，你为什么要四次冤枉我？张为演戏啊！我明白了，你是违反恩秀罪，有意插上我于一责。我正在出身名门望族，家教严谨，怎会上于这等误会之问？我正在对天发誓，倘若我正在争这个花花公子，对营长不忠不顺，我管罪无赖红顶，不得好事，死无葬身之地。营长，这种鬼地方子，我们难道见得玩少吗？营长，你啥子不信我？我今天就跪死人这里！真要跪，那你就跪吧。营长，我们走，营长，他们啊，跪吧你！哎呀，我们走哪有这么跪在地上啊？哎呀，快起来，起来！妈妈，你营长他不相信我就不起来。妈妈，他喜欢跪，那你就让他跪嘛。哪有人喜欢跪的？哎呀，周大爷，快起来，起来！营长啊，营长，你真是贤士贤德的好福气，遇上了周大官人这样的大好人，你怎么还不信他呢？哎呀，妈妈，他是个花花公子，营长跟他是花花公子，那么，请问你老人家是哪家的名堂？我的营长是真心诚意的呀，真心诚意，真心值多少钱？能值成1000两银子，替营长说什么？诚意算得了什么？能变成一座桃花桥，来迎娶个烟花女子。告诉你，如今这个世道，金钱虽不是万能的，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妈妈替我告状一会儿。等你告状啊，营长早已退休了。对了，我信你。好，我们走。营长，你总有一天要后悔的。他是个贼狼，我是医生，我是他的夫人。虽然我们走。好，我们走，我们要深入当中，欢欢喜喜的走。好，我怎么能走得到花桥去？我们离家偏东。
家一个读书人，怕呀做王魁都心啊意，再加一个生意人，有空他不从心来自从理，可以自信哪里有真心诚意才到啊的，挑来拣去千把位，尽多他夫妻比起双啊比。今后看起往年，谁想等着回来不讲来不一场奇迹成离场，红花轿喜与了缤纷彩灯，喜洋洋轿中新娘她是谁？难猜难想。
怕尚未人知道，周大爷里面对过心。做事有想不妥当，妙计一条已在心，去的是心头痛，去到手是无分。像乌鸦叫啊！不要你们猜了，哎，我们管这一行已经10几年了，从来也没有人是我们猜的像乌鸦叫。少啰嗦，接拿去，对吧？哎，这钱少了，这追了也不弄人，已经堵着你们了。是你叫我们决定，这是我们自己要的，你不去写呐，我们就猜下去。好，接拿去，对吧？开玩笑啊！兄弟们，快进去。咦，怎么过一声没有了？是的，丁娇，丁娇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大爷，采过水文怕失了西山，委屈死了，不能进人。我与他们讲道理，他们听都不听，转身就跑了。错在，这分明是要加税，叫他们信就是了吗？我周大爷今日去请，还在我这一些什么？还不快与我走回来！哎呀，早就走远了，走不着了。什么？走不着了？啊呀呀呀呀！这也冷冷清清的像什么样子？太委屈我的夫人了。不行，你与我去走。哎呀，这不要为难他了。哎呀，夫人啊，我不为难他，可要委屈夫人你呀。这也怪不得这郎你的没有姑呀，虽说冷清，不是还有这桃花椒嘛，一样稀奇。一样稀奇，一样稀奇。夫人，事情没有姑呀，你得叫众生是欺门，不是下轿来散散心吧？这怕是不妥吧？哎，有什么不妥的？你我严守上去，岂不美哉？此次谁意在啦？夫人，随我来。来，过来！什么事？我们家少夫人念你们家的饺子东倒西滑，弄得他头昏脑胀。我要你们带了，我们带就带了10几年了，从来都是稳稳当当的，稍微东倒西歪点，谁拿去？对吧？这钱少了，这追了也不路人，已经堵着你们了。哎，是你叫我们追的，又不是我们自己要追。你不接钱，我们就不追。好，算侬狠。好，谁拿去？去吧。一会儿定了，不要；一会儿又不要饺子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挖心药？再来。
激动心，激动心，但愿夫妻永相亲。小家伶仃应如满，曾曾孙红崔家金。我的夫人就来了。夫人，那我们当讲。大爷，轿夫们趁小弟不注意，偷偷的跑了。跑了？我借了他们这么多银子，居然跑了，真正岂有此理！大爷，我早就说过，不要袭击他们钱。这些人啊，滑头得很呢。事情没有饺子，叫我夫人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没有讲，难道叫我追着去吗？哎，哪有叫夫人追着去的道理？哎呀，这，等我夫人上马而已。哎，大爷，你不是说要先进人，给夫人一个惊喜吗？哎呀，我怎么忘了？崔郎，你要先进城啊，夫人，大爷，你不是说要先引宫外去布置婚礼，给少夫人一个惊喜吗？什么惊喜？非要崔郎你亲自去布置不可。夫人，我在以苍原人说过，要让你过得风风光光、快快乐乐的，所以我是非去不可啊。那你就去吧。那夫人你我走。好，此次我就先行一步。夫人，你要跨手来呀！我这就来。烧了锅呀不要紧，醉了轿夫不伤心。只要郎君心意好，名长官员多不平啊！夫人听好，我们走。夫人听。夫人快一点。夫人到了，到了，就是这里啦。哎呀，真的到了。妻子自举不把家门进，为什么冷清清不见明清晨？哎呀，这大喜的日子，怎么连个年轻的人都没有？老爷夫人在京为官，家里的人啊都跟着去了。难道连个奴仆都没有吗？大爷吩咐奴仆们在后面设计这样，迎接少夫人呢。原来如此，多谢郎君离你走，别出新菜迎新晨。
起这样的欢闹气氛。哎呀，就是这里啦，进去啊，你就知道啦。进去就知道了。这难道也是最老来的惊喜吗？若是惊喜恰生，忐忑过上进门。客店，怎么讲到客店来了？三子，把大门关上。这是我开的店，你家进我，师尊就到这里来了。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夫人，怎能不进家门进店店门，这就是家门。到了家里还不听话，真是不争妇道。醉了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一定要与我讲个明白，要不说怎么样？要不说我去走。来了万相走，简直是做梦。小宝贝，我的家你是不能去的。我嫁给你，为什么你的家我不能去？因为家里有着又臭又凶又霸道又厉害的母老虎。母老虎是谁呀？师尊是我的夫人了。夫人，她有夫人？我可从来没有说过我没有夫人呐。那我算什么？你们是我养在外面的小老板，花钱买的银子，就是你，就是娘藏在外面的小老婆。不，这不是我要的，不是我要的，不是我要的！你当我？当你又怎么样？我便是受够了那只母老虎的气，现在轮到我扬眉吐气了。你这个骗子！骗！是你心甘情愿要嫁给我的，是你欢天喜地走到这里来的。我骗你，是你傻！要不是我那个臭老母有一个当大婚的爹爹，我早就已经踢了他的。他不许我拿钱，我偏要来go。金屋藏金，小宝贝，只要你乖乖的答应我会对你好的。你看，现在我是多么的温柔，可要是你不听我，我走出去一步，我周大爷的棍子可不是吃素的。按照我们周家的规矩，女生进门都要先当武生守卫棍。来呀，家法是和天。
虽说我要早的是一郎君，这虽是我天天盼着的美满生活，这就是我的福分晴空霹雳，晴空霹天堂转眼遍地下一针霜，成就变成了全当昨天。郎君拿下了豺狼画笔。
不好了，快去！哦，我要十分细。那，哎呦，
去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看渴得很，下来倒碗水喝。好了，先上去啊。哦。呀，这不是营长吗？营长！哎呀，营长！我是安秀才呀！就你所谓何老你，我与你患难与共，心相牵。我要你走在秋人里，要他向你说再言，他什么将军你才是。
过了妓女的本性。请滚！就是你尽管当营长。我的老婆现在大事，王法都不过，关你屁事！明确完毕，将营长当成这个样子，你老老实实放他回家面吧，要不传，怎么样？我就去告。告我什么？宋营长是我明媒正娶的，没有上封一纸宣书，谁管罪？谁管法？当时我要告你，什么骗子都不讲道理，道理有什么用？你讲道理，那营长怎么不嫁接你？一个把不一用的就算输的，还光跟我讲道理，跟我抢老婆，我先当你这个偷人老婆的小子！我要当他！你王光武是他，好，我就把你们这对奸夫淫妇一起当。我与你配了，你哎呦，哎呦，你，哎呀，不干事！大爷，哎呀，我不了，大爷，你是放了他吧？大爷，你放了他吧，大爷，你不要，哎呦，大爷，包子的。你发财，老是怕人姐姐，我知道出来我对不起了，你发财了，我们来救救营长，救营长啊！那就在七兄天曾相报，把营长早帮驽马空煎熬。我常与他冷里聚茶笑，翻落灯，群才无言，一生世上落荒唐。恨书生空有真情无力报，求姐姐无为救难出高招。营长查波离佛看，怕只怕
凶多吉少，命难保。姐姐，你是营长最好的姐妹，你一定要救她呀！是什么最好的姐妹？想当初，她为了那个追婿，差一点要与我拼命。万事凡事时机成当，你说我还救她做什么？啊，不去，不去！啊，你不去？对，非得我不去，我劝你呀，也不要再去想她了。哎呦，我怎么不想他？我要一想起他那可怜的样子，我就难过，我的心就心痛也有什么用？她是人家的妻子，你又何必事情烦恼，自讨苦吃？你忘了她当初对你的谢情吗？不，我没有忘。看了姐姐，营长本是个善良圣洁的姑娘，她也是被骗的哟。你难道对她一点都不冤吗？我怨我自己呀，怨自己屡次不忠难抓归，不为营长好期待，他为讨封人家走谁，不是父亲是母内，我心儿在痛曾期盼，盼他月光好送归，谁料他宫女夫郎配，我也是独立娶她侧风马背，今日营长的白玉爱，安秋人一贯谁责难退位。他一往情深，不愿啊回，句句言语真心为呀，书生义气上世子，更何况农民好姐妹。看看姐姐，营长口口声声是对不起你，他已经后悔了。难道你就不原谅他一时糊涂吗？只见他英勇憔悴泪婆婆，只见他一门苦盼痛懊悔，结婚经营仅有在10多年啊，原来情谊真好黑。今日男妻不相救，要落一步，一笑桃源终身亏。看看姐姐，你到底救不救营长啊？能救吗？营长他虽多拼
堂北。你不去？好，你不去，我去。秀才，秀才，哎呀，秀才，秀才，相公，你这个样子怎么去救人啊？我是写诗的为吧？写什么写？人都看见死了，这又有什么用呢？那我就去告。从来衙门把事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呀！与他们拼命，议论几则不可为，徒劳无益空悲。就没有功利了吗？这世上啥要功利在？你早该上元节的等的来呀！哎，就是总要上元啊！像我家相公这样讲究就能十来个亲人啊，何况也做不了大官的。那我还要管考做什么？我要读书做什么？宝儿，你把我的书统统的拿来，我把它烧掉。相公，傻子吗？先上进观看，想让营长鼓上诚心实意的好日子，可是君呐，书中不见忘记我，能长能久也是。青云飘荡长无路，大好你挖空充公。做什么事，做什么人，念什么经，写什么功，我满腔万门功称上，那么有石头说。我家相公的心啊，有得出在。看他情中三月牙，背影长秀气功，不能忘。多少年一生风尘看这场，谁为谁为谁他？看过了甜言蜜语假殷勤，上笔了真气雷同真凄凉。西京的有件真心意，女儿心灯火莫成光，应当啊，10年不应你有应，哪种显得真情啊？有情人离开陈君说，好姻缘万续好相帮，千苦万难平安。
男人的手啊，是好比是女人的烦恼事，早就给多少了。哎，对，相公没有了书啊，就不是书呆子了。少了的好，少了的好，少了的好，少了的好。哎，相公，你的手怎么了？哎，我的手抽筋了，不会动了，烧不成了。你的手不会动了，烧我来不成了。帮你。你烧吧，我不看就是了。相公，一日二会，我来得及哦。称赞，向我安秀人，乃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岂为后悔？那我真的烧了，烧吧，烧吧，烧吧。好，那我就烧。我是胎儿怕黑去，气脱。
己的机场能行吗？要我啥报官令？报官令，我可是有点担心啊。一只老虎已经不是对手，他还要我再请一只母老虎，哎呀，这是不好玩的哟。哎呀，相公，啊本来你不是好去从前的吗？啊怎么到了现在又胆小起来了？我不是胆小，我是怕连累盼儿，我紧张哦。哎呀，怕连累，当初你就不要叫我去搬救兵嘛。现在盼儿姐姐人来了，办法也想出来了，你倒又胡思乱想起来了。我不想，我不想了呀。这盼儿姐姐的胆，为什么有那么大？她为什么来了？我是有点担心。相公，告诉你吧，就是因为两只老虎之中啊，有一只是又沉又笨的母老虎，盼儿姐姐谁有把握你？这只母老虎可是最厉害的哟！最厉害的母老虎遇上了盼儿姐姐这只花狐狸呀，它就变成了纸老虎。哎呀，对呀，童儿你真聪明。家常出骏马，去为财马。对付追山这只色狼呢？不要说是追山这只色狼，就是我这只还没长大的小肉儿。哎呦，也到了，闭嘴！我刚才说的话
话你都记住了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只要有人来帮着马车上的东西，立即告诉安详公。姐姐放心，只要有我在啊，顾不了自己。那我走了。是他的旧相识来了。千玺！哎呀，千玺下马了！哎呀，大爷，大爷！哎呦，大爷，千玺下马了！大爷，千玺下马了！什么千玺下马了？哎呀，大爷，千玺下马了！千玺下马了！千玺在哪里？原来是胖儿姐姐大驾光临，岂有不欢迎之理？胖儿姐姐，请坐，请坐。小儿，哎，哦。这次来，我是特地来对本大爷的呀。对本我。3月3不变一位，我就对你一往情深，对我一往情深。胖儿姐姐，你真会说事，像我这样一个在了，怎会是你胖儿姐姐的亲人？这个不错，这次来，不是为一招报仇的，不错，我是来报仇，来报情仇，情仇。周大爷，我漂亮吗？真美，真的，谁也不去讲话，这一句是不折不扣的真话。那与宋营长相比，哪一个更漂亮？是算是你哟，那你为什么娶她而不娶我？胖儿，我早是忠心于你哟。你这冤家！
家，心中新娘不是我，意中人成了心中花。费心机把你姻缘插，我又当恶人遭眼骂。你欢欢喜喜回家去，我冷冷清清空牵挂。可不相思难逃家，情缘家遥在天涯。今日里将一番苦楚，万般情意先表文。冤家呀，看你把我怎当呀哎呀冤家，哎呀生生冤家家，是真是假难分啊晓。若信他，只怕这圈套；不信他，信仰又难熬。一步之处要长大，我万事小心谨慎莫记差，多谢姐姐深情爱，无奈是去了营帐难为呀报，不离营帐到一旁，提起营帐心很傻，盼儿相爱是花中会，此时真将从未诉苦他，谁料想他同我所谓结婚嫁我，反正了他笑话，此恨此仇心中挂，我不报此罪我是不罢。原来是此人。唉，女生啊女生，总是忘不了争风吃醋，连少胖儿这样的人都打不过，这倒将我们乱生见了个别扭。胖儿姐姐呀，就是对你早就娘，真乃是从容为个平啊长。今日里上相思报你十度大。好，我叫小二去买喜酒。喜酒我带来了，就在门外的马车上，叫小二搬来就是。那我叫小二去买点金用的红缎。红缎我也带来了。你怎么钱都带来了？哎呀呀呀呀呀！我把幸福家当都带来了，就是为了与你做一个大对付。气！你呀，小二，把喜酒红缎搬进店来。晓得。一杯合欢牛，深情来回呀，金州郎。
啊，少胖儿呀，少胖儿！原来你还是为宋营长的羞辱而来，我先写上了你的大用。小儿，快替我把美酒暖包围车上去。你这是？计算大爷不相信，我可为求可终身。这是猜猜而已，不必当真。从来能猜就有你，心中有你言不真。好，不猜也不你。好，那你就与我行。他们花了不少心思在弄大手的。他娶我来，你不亏本。你们好歹都是姐妹，与他恩待你在你羞在人，看来你心中还不傻。不，一两年我还有什么杀不得的？这是心羞死我。小儿，替我把美酒暖包围车上去。与他无我转为真。好，我去。小儿去别年来。好，你说一句，我就写一句。小妻宋营长，不随无道，不敬丈夫，难与其不受监牢。故列此休书，从今后暖婚与家各不相关，列休书人就是好了，休书写好了，没有手印。好了，这还差不多。没了，就给东方化作了吧。是要东方化作，此刻就叫他滚出门。好，来呀，把那奸人与我讲下来。这下你总满意了。我要亲手交接他，当面搜索他。好，多依你，哎呀，多依你。大爷，怀我有什么吩咐啊？你看看谁来了？呀，是派姐姐，派姐姐，你是来报仇？报仇？姐姐，谁是你的姐姐？我早与你恩断义绝了。拿去，这是大爷赏给你的。休书，哎呀，姐姐，休书，大爷把你休了，我要他为我早征才官，万当算。对呀，快收拾你的东西，滚吧！哎呀，大爷，你不能许我啊！你要是许我，我还
么有脸面？对，快滚吧，胖儿，我们走。走。对，营长，我们走。好你个傻胖儿，来年我是在骗我。你那么喜欢骗人，我偏骗你有何妨啊？营长，你不要走，我会对你好的。你不要走，我会对你好的。姐姐，我先走，看看到底谁里？哎，来呀，关上大门，我崔大爷今日要升迁了。大爷，大爷，不好了，夫人来了。他怎么会来？我也不知道。去了。外舅子，你这周岁末日我要讨小老婆，是吗？不过有假。哦，不是一个，是两个。周岁，你请我滚出哦，去。行，原来是我的夫人来了。夫人，请坐。不要信眼睛，有些人是你默认我要讨小老婆。没有的，是他们诬陷我，想骗我现在。真的呀？真的。哎呀，大爷，你快来呀，我们等急死了。哎呀，大爷，我们已经过桥北酒了。是啊，个狐狸精啊！周岁，你个晚上我讨小老婆。没有的。引我打！冤枉！夫人啊，我被人当随罢了。可是夫人你是当官家之女，岂能容忍这两个风尘女子来欺负你的丈夫啊？夫人，我们夫妻只是为家在身。来呀，把他们两个抓着官府，送银死后绝不轻饶。冤家说得有理，夫妻之事为家在身。再生我们万万之家，岂能受奸人欺负？来人，将这两个奸人带到衙门死斩。且慢，夫人，我们带了贤妇家当来投奔大爷，正是我们偏贤，分明是大爷骗贤骗色。哎呀，夫人，你可千万不能上了他们乱人的当呀！对呀，不是他们骗你们乱人，是你这个乱人骗我们女人。哎呀，夫人啊，我有你这样好的夫人，不柔情也不柔寸，待我也好，我为什么要骗他们？是呀，他有这样的好老婆，为什么要骗你们啊？因为他说我们比你漂亮，漂亮比你温柔，比你妙。
生丢了他的雅文，还落得个母老虎的骂名。哎呀，实在太难听啊！母老虎太难听。父亲，你这个小没有良心的东西！那一声他一郎，父亲你真文章，莫非我一番真心对你呀？恰落得母老母的骂名啊呀，顽强懦夫难成哎呀，夫人！哎呀呀，当为最当夫妻心更伤，劝你莫当牙子王王一姑温柔相娘，自愿我今天就去他一个温柔乡。真是，我不当你了，我也不骂你了。我会去禀告弟弟，请他在温柔的监牢里给你布置一个温柔乡。我天天温柔的拿一个温柔的鞭子，温柔的抽一抽，再用温柔的棍子，温柔的挠一挠，好不好啊？不好啊！夫人啊，说话讲得好，家既水尽，家狗水狗。夫人，我不能让你到水空房啊，夫人。当个女人真苦，明知你是怕阎王，还要受上你。唉，像我这样一个温柔的女人，偏偏找了这样一个不懂温柔的男人，请我回家。从今以后，这是我对你温柔。好，夫人最温柔，夫人最温柔。不要拍温柔的马屁，走，请我回家。温柔去。他们走了，我们也怕。走。上是称兄恨，逃不得目苦愁难终一生。姐姐呀，救生救情可用情，放举才愿他虚荣无路人，千千残恩定一杯啊！无名的美莫言安，不怪你清心造神偏啊，只怪神经不顾世
间，无情的长思把人欺呀，有情的且受苦恼间，无力的长长转发线啊，有理的偏偏难开言。是非黑白总颠倒，欺算讨错看语言，身在乱世仆仆间啊，真真假假全靠情绪啊点，模样洒在空泪里，不强在抗天抗地抗神抗鬼抗出人间。营长不要害怕，他刚才死了的是我事先准备好的假休书。那真去书